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命盘，甚至有些人呢还会去算命。那么呢，大家无非不就是想要借过命盘或者是算命呢，去了解自己未来的运势或发展。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的健康也有命盘哦。那到底什么是健康命盘呢？要怎么样去算出来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一种相当特别的仪器，然后这个仪器它到底可以检测出什么，然后它可以做什么样的后续的运用呢？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2位贵宾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做个分享。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台湾 Meta 特隆公司丁坑生总经理。大家好，我是台湾Meta特隆公司总经理丁坑生。非常欢迎。那接下来这一位呢，一样也是台湾 Meta 特隆公司侯琪琴护理长。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台湾Meta特隆公司护理长侯琪琴。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2位专家到节目当中哦。那今天呢，要介绍给我们观众朋友了解的就是一台叫做 IPP 非线性检测分析仪。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其实可以算出你的健康命盘。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到底什么是 IPP？ 哇，这个非线性的检测分析仪呢？那我想呢，我们就请专家来跟我们讲好了。好，我们请总经理哦，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台仪器 ？OK， 好，谢谢主持人哈。我们这个公司台湾Meta特隆公司是俄罗斯公司的这个直属的公司在台湾设置的一个分公司哈。那我们这个设备是过去在俄罗斯就是苏联时代针对这一个太空人哈的这种身体健康的方式来做一些研发的一个设备。那其实它的由来是最早是从这一个 KGB 的这个测谎器哈，透过心理的波动去了解我们整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情况，然后慢慢的延伸到健康管理的这一个领域里面来。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设备它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生理的一个状态哈，透过我们的这种量子的这种回馈的一个设备哈，其实它就是一个 AI 的概念哈，用大量资料库去预测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听到这个 IPP 哈，IPP 它是什么的简称？IPP 是我们俄罗斯国家科学研究院哈，然后物理心理研究所的一个简称。那因为非常的长哈，所以我们在台湾都简称叫 IPP 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对。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设备，它一开始是从测谎，是，对不对？测谎开始，然后后来也又有到那个太空人。是。哇，所以它其实要测谎这方面，其实就是相当不简单的。其实它是透过所谓的生理的波动。因为我们在这一个测谎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说谎，生理就会产生变化。事实上，我们身体在发生疾病的时候，发生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是兴奋的，我们身体可能好几天没有睡觉，可能身体的变化它就会透过我们这种生理的状态去衍生出来。好，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这种生理变化的一种这种微幅的这种跳动的方式去做大数据的比对。那因为我们的发明人哈，他本身就是在俄罗斯军方的这一个设备里面，他们在做这方面的研发。好，那他们是从过去的 KGB 这边衍生出来的技术，研究到所谓的这个生理的一个部分。那这一个发明人他其实也上过外太空。那他就是跟着我们这个太空人俄罗斯的太空人一起到外太空去监测他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变化的情况，然后进而做一些健康风险的这些照顾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这台仪器它就是在俄罗斯那边引进进来的，对不对？对。我们的设备是整机从俄罗斯原装进到台湾来哈。那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在全世界大概有50几个国家有在发行。那因为各地的这个语言的关系哈，我们会有不同的版本哈。那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这一个研发跟生产都在俄罗斯。
对，那这样子很多观众朋友会想说，哦，那它是俄罗斯发明的东西，然后它可能其实运用在很多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他们检测出来，那大家会觉得说这对健康风险的管理会有一定的帮助。那这样子的话，很多民众会说，那它到底它分析它检测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 OK， 对，我们这个设备它其实就是刚从我所说的，我们从 KGV 的这一种心理波动、生理波动的方式来做检测那我们把它延伸到所谓这一个身体的部分去看看身体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因为我们身体其实在这一个健康的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微动的这种波动那我们可以透过生物能共振的方式去做身体的一个共振。那共振回来的波我们会利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做所谓的这种比对。那目前我们在做比对的方式，我们在实验室的阶段我们的准确度大概还有7成到8成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部分，就像刚刚主持人开场的时候提到说，好像是算命那事实上我们其实也不一定是算命我们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用科学检测的方式来了解身体的一个健康风险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然后利用所谓的这种大数据的比对，然后呈现出我们健康风险的一个结果。这个其实可以让每一个人了解身体的状况，然后去调整自己这一种日常的生活饮食，甚至可能他在做运动保健的这一种方式都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的依据。那这样的一个仪器大家会想说，那它应用的范围到底是有哪些呢？目前在台湾因为有法令的规范我们其实是一类的医疗器材。那我们在俄罗斯的这个国家里面，它是2类的医疗器材。我们其实普遍用在这一个医院做所谓的快筛的部分。那因为在台湾，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一个医疗院所。我们现在其实在这种大型教学院有做过临床的试验。那我们透过临床试验去了解我们这个机器跟现在这个我们西医在普遍使用的这一些量测的工具，我们的距离在哪里那目前的匹配其实都还蛮相近那当然这一部分都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面来做呈现。所以其实我们慢慢的在推动这样的过程里面，也慢慢运用在所谓的民间的机构。所以其实现在在民间机构，我们当做健康风险检测的这一种模式我们会运用在比如说在所谓的全身健检前的这种快筛的这种风险检测，或是做健康管理其实如果我今天是可能在睡眠上面比较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其实身体难免会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备来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改变的情况。那可能睡眠不足，我可能要多睡一点，甚至我可能喝水不足那它可能在这个设备里面会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建议，就可以去改变我们整个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啦。对，所以它检测出来应用的范围，可能目前我们国内碍于法令的关系，不是像说在俄罗斯，它就可以直接的去运用。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临床的实验，但是它可以作为说一些辅助啦像刚才讲到说可能睡眠不足或者是说有时候最近觉得很累，但是我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我很累就去看医生也怪怪的，我是不是自己可以做个调整？所以它的检测就可以了解到自己的什么方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如果有疾病，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那我们这个把它当作是一个日常的身体的一个监控的一个设备。其实它就是界定在台湾，我们其实是把它界定是一个辅助性的这种医疗的一个辅助性的设备，就说来协助我们在这个身体变化的部分的检测，就像我们平常在家里面量血压一样。量血压，我们看到血压太高了。那如果高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还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师来帮我们评定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情况。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每一次的这种测量血压就可以做成是一个日常的这一种监控的一个设备。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跟血压计很类似的这种设备当然它当然是全身的这种检测的一个模式了所以我们其实会针对全身体每一个部位我们大概会给它一个风险值，然后
受检者知道我这个风险值跟我的这种疾病可能有产生的这种关联性哈，我们慢慢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如果真的还是非常不舒服，我还是强烈建议哈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深入的一个检测。哦，所以总经理这样讲就比较浅显易懂，然后很多民众就是我们把它当做可能是血压计、血糖机这样子类似辅助我们可以去管理我们自己的健康。好，那我们知道说检测有很多种啊，比较有名的还有这个基因检测，那它跟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有什么不同？我们来请教护理长。是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基因检测呢，基本上它是利用我们的双股螺旋的 DNA 或者是 RNA、messenger RNA 等等哦，来测定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罹患各项疾病的风险，又或者说，是不是可能会有罹癌的风险？那知道之后呢，我们会借由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达到平常保健自己的身体健康嘛。那我们知道怎么去预防。相对的 IPP 非线性的这个系统呢，它也是一样的哦。我们借由大量的一个健康数据的一个资料库，好来媒合我们目前检测身体的一个功能状况。如果说我们今天检测下来，可能哪一方面有一些健康的疑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健康的疑虑，达到我们平常的一个保健，那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甚至我们延缓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的这个健康长寿呢，就会渐渐的接近我们。所以其实啊，这个跟我们的基因检测是很雷同的，都是可以提前知道身体的各项状况，来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对，所以这些检测都是要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健康啦哈。是的。那刚才你有讲到说这个预防方面嘛哈，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检测出来之后，如果发现说自己可能哪边的健康有风险哦，风险比较高，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先请教护理长哦，在预防医学这方面，是不是跟这个检测也有很大的关系？是的，如果说今天呢，借由这个 IPP 美塔特隆的设备呢，我们去做一个健康筛检。如果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发现我今天可能在我的妇科方面比较弱，那我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做一个各项方面的检查。我知道我可能妇科有问题，我第一件事情怎样？我会建议我们的受测者先去找医师做检查嘛啊。那我们检测完之后，如果说这个风险几率不高，我们就借由平常的保养，比如说可能生理期不要喝冰的啦，或者是生理期之后做一下身体的调养啊，像女生常常会贫血嘛啊，那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一个健康促进的一个保健方式？又或者说老年人的一些三高的慢性疾病，即使他现在目前在服药，那也有可能会控制的没有这么理想嘛。那借由设备呢，它也可以预先知道说，他目前的一个健康的控制状况是不是有达到理想值？就好比我们刚刚丁总经理所提到的一个血压计，做平常的一个量测筛查的时候，来稳定病情，其实这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健康促进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做完这些不管是这些健康的筛查，其实我们都还是会希望说，第一个筛查如果有疑虑，当然我们一定要就医去做一个疾病的一个诊断嘛，请教医师的专业的一个咨询。那如果说我们健康并没有非常急性期需要赶快去做处理的，那当然我们就退到我们后面做一个健康促进一个方式，从日常生活中来保养自己，来让自己的健康呢可以更持久，可以避免一些我们慢性病的那个提早的到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对，所以我们做完检测之后啊，刚护理长也有讲了啦，其实这个预防医学是相当重要，然后怎么样透过一些平常自己的保养啊，让自己这个可能有风险的地方不要有风险，让自己更健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到某一些的产品，让自己更健康呢？其实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状态事实上我们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人都是属于高压力的工作的状态那其实高压力的工作状态，其实最大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常常熬夜，像我自己本身有一些状态比如说我可能连续1个礼拜都熬夜，那我就会觉得说，奇怪，我为什么会偏头痛？偏头痛，因为在偏头痛的这一块，其实是我的整个这个睡眠不足产生的问题，可能导致了我这个身体的血管产生了一些问题那其实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个设备，我大概定期每2个礼拜就会去做1次的检测。那其实，在做检测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了解我自己身体的变化是怎么样。那我就开始去了解说，我是不是过去的生活作息是比较不正常的？有可能是因为我熬夜的关系或睡眠不足的关系，而导致让我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说呢，我可能在饮食上面，我的这个摄取很大量的这种红肉。
然后呢，导致我可能血管有一些不舒服哈，所以其实我常常有2个现象，一个是偏头痛，一个是所谓的肩颈酸痛的部分。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常遇到的情况。那我就会去回想我过去的生活的过程里面，好，我到底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我这样子的原因？好，事实上，其实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预防医学，或是所谓的健康促进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找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原因哈？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调整生活的习惯，怎么样去找到我们饮食的问题，我们其实就可以去改变我们的饮食的习惯。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哈，我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检测哈，去了解，我好像肉吃太多了。对，因为其实是过去都是无肉不欢的这种，所以他在检查的时候，他会显示说你肉吃太多吗？当然不会，当然不会，这个要靠所谓的专业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哈。那当然，大部分有这种所谓的医学的专业，或是有一些健康促进的专业，甚至可能有医护的这一个背景的人，他其实就可以透过你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面的这一些问题，他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可能在面临到哪一些这种疾病的状况，它的风险相对会比较高，那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所以其实像营养师有时候就会跟我讲说，你是不是那个肉吃少一点，蔬菜吃多一点，甚至比如说是那个一般猪啊或是牛的这种肉类吃少一点，多吃一点鱼。其实我们有时候一听觉得，为什么是要多吃一点鱼？原来他要告诉我是说，你可以多摄取一些 Omega 3的这一种东西，可以让我的整个心血管它可以产生比较好的这种弹性的一个作用。事实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监控的设备，来产生所谓的健康风险管理的一个设备。那当然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去做这样的操作。那当然我们在操作过程，因为我们主要是做 B to B 的市场所以其实我们的客户就有很多，他们是运用我们的设备来做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搭配。比如说像我们在前面这边有一些是我们在这个合作的公司里面他们的一些产品。那其实我们就会长期去做搭配。像我跟护理长，我们就常常吃公司的一个产品。因为其实像我的这个脑血管的部分，其实偏头痛，我一偏头痛我就马上吃相对的产品，我大概1-2个礼拜慢慢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做一些恢复。那当然我们在做操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些操作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的设备是可以透过共振的方式来了解一下这个设备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在摄取的过程里面是比较匹配的。要吃多少的量，我们可以透过定性定量的方式来做一些相关产品的匹配。那甚至我们在检测的过程里面，我们最后在我们的那个纸本的报告里面也会有一些建议你多吃什么样天然的食物，少吃什么样天然的食物。是因为比如说我常常很喜欢吃一样产品，比如说我常常喜欢吃葡萄，我如果连续1个月都吃葡萄，那代表我葡萄的摄取量相对比较多。对，相对比较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我摄取太多了，多吃其实无益，应该是要所谓的营养均衡的概念。因为葡萄也蛮甜的。是，对，它就会有所谓的营养均衡的概念，他就跟我们讲说，你是不是这边少吃一点？那他会建议多吃一点，就是我平常可能不喜欢吃或是少吃的，他就会建议我们。所以这个设备其实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这一些这种所谓的饮食的建议、保养的建议那甚至我们可以搭配不同的领域的这一些专业人员，比如说运动领域的专业人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站姿的问题，像我长期有腰酸的问题，我在检测就会发现我腰酸其实是很痛，我曾经痛过痛到我爬不起床，就是我要真的要用爬的才爬得起来，才可以站得起来。是，但是这个问题我一直没办法解决啊。有看过医生吗？有看过医师啊，他告诉我脊椎的第4节、第5节，所以我拍过 X 光，那个它是所谓的塌的，就那个间距是短的，因为我们长期坐着，所以它会压迫到。所以我唯一可以做的几个项目第一个比如说我去拉单杠，就透过我运动的方式拉单杠，把4、5节稍微拉开一点，甚至比如说医师他就建议我每天都要做15分钟。当然我很尽力的想要去做，但是不一定有时间。
那不一定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想说是寻求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做瑜伽哈，那个拉单杠都没有时间做瑜伽，可能更难。对，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哈。后来我就寻求一个方式，比如我去找足弓的设备，就是说像我现在在穿的是足弓鞋，它就可以帮我做所谓的这种脊椎的矫正，然后我可以透过这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来改变我的身体的状态，所以我其实我已经大概3年没有腰再痛了，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检测的过程里面，我去找到相应的这种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相应的解决方案帮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对，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操作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作的方式啦。对，就是他会发现问题，对不对？其实像你腰酸背痛的问题，很多观众朋友都有，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就是去看完医生，医生就是说你要做复健，就你刚刚讲的那个去拉单杠啊，然后做一些运动去撑开，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耐心呐。对，那没有耐心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寻求一些产品的辅助，对不对？是。那你就找到非常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在市场上，虽然我在做检测的设备那我同时也在找好多的解决方案。因为什么呢？我从自己自身来做起对，因为既然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风险的一个情况，那我就要想办法去克服掉我身体比较风险值比较高的这种问题，我要想办法把它解决掉。所以其实 IPP Metatron 的这一个设备，它事实上是提供给我一个参考的依据。大概因为我们刚好可以接触到设备大概每2个礼拜就会检测一次。那在检测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去发现，我是不是今天那个整个心脑血管的风险值相对风险比较大，我就会去回想，我是不是这2天没什么睡好，失眠或怎么样，那我就会开始去调整生活。那包含像我刚刚提到的这种腰酸的部分，那包含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每天走路至少都走2万步，那走2万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的小腿好像特别的酸痛，甚至可能产生了一些静脉曲张的风险。那我就会从这一个设备去看到我身体的一些反应。那事实上这些反应我们自己都会知道，尤其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眼睛。其实我们一般上了大概超过40岁以后就会发生一个问题，眼睛越来越看不到了，老花眼，就老花眼老花眼其实是最多的那我常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我每次看就要把眼镜拿下来开始看才看得到？事实上设备早就有给我预告一个风险，说你会有老花的这种风险存在。是。那包含我现在其实有一点点轻微的白内障的情况。因为我们长期在看手机。这种蓝光的方式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要特别去注意？怎么样去让我的眼睛可以更健康？那这个健康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去思考，是不是我不要看这么长的手机？或是呢，我必须要适度的做休息，甚至呢，我可能因为这样子，我就配了一副可以防蓝光的这一种眼镜。对，这其实就是怎么样透过生活的习惯，透过我们现有可以取得的资源，来协助我们针对这一种身体的不适来做一些调整。上次其实我有测过，我自己有遇过这种青光眼的情况。因为我有一阵子大概就是会在车上比较暗的空间会去看手机。但是看手机的时候，我们车子尤其在晚上，车子是暗的，对，我就会去看我就发现奇怪，眼睛越来越模糊其实检测之后，我们在设备它就有所谓的青光眼的这一种健康风险的出现。那我就发现，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健康风险的一个趋势出现？那我就开始改变我的整个生活的习惯，就尽量在灯光亮一点的地方，来做这种看手机的一个动作。那慢慢的我在检测发现，我那个青光眼的风险值就慢慢降低了。其实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在做健康风险检测，其实某个程度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面的每一个动作，我们是会有跟健康有疑虑的这个点是可以对接的。当我可以对接，我又了解有这个风险，我就可以去避免这样子的这种有风险的动作，我就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或是饮食上面的一些调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对，都是很棒的哇！这样听起来，这个检测的话，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改掉一些可能自己不好的生活习惯，然后让自己可以怎么样做比较健康，自己就会有一个准则，说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是好，那这个检测的话是全身都可以做吗？对，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一个全身性哈，我们透过生物能共振的方式，我们可以快速的哈，大概在6到10分钟左右，可以去检测我们全身的一个状态。好，那其实它可以把整个全身状态的风险值把它展现出来，好，特别针对有风险值比较高的部分，它会特别把它筛检出来，让你了解一下你身体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它测试目前的状态，对，是。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带大家了解了说这样的一个检测的仪器哦，它到底是什么样分析的原理，然后要怎么去做检测的话，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当中要实地带大家来看看怎么去做检测，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呢？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今天的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总经理，谢谢还有护理长，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下一集再会喽。